哈，扣琴扣，哈，扣琴扣。你吃饭先生哈，你咱家先生那个阿爸啦哈，非常有名的水彩画家。大家好，欢迎收看维基百科。我係今日接班講師前班，今日來談係新竹嘅水準，來看水準有乜嘅人文嘅故事。今日除了我之外，還有現場3位同學，來自家介紹自家。先生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莊家基。先生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馬彩如。先生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陳冠。各位同學，大家對新竹有冇按到新竹冇？唔知呢，唔知，冇聽過。新竹嘅新嘅竹啊，係啦，唔係叫佢錯。我新竹老頭擺按到竹參啊。哦，個竹參哈，係乜嘅東西咧？大家你睇當個講法啦，種喺佢頭擺哈，是原住民嘅花，按人言講，地方上以為說按到竹參。個竹參頭擺哈，係隻傘嘛哈，因為有傘嗰啲，喺老頭擺呢啲原住民大為數，最多你係竹參沙打卡斯，你隻族群，到新竹地區，到你嘅神法，早期係呢望港田望有水田以前呢，呢個為數頭擺是原住民到你嘅族呢大粒嘅為數，咁樣會有竹參傘呢，竹參傘是到中國。來到新竹地區嘅有福隆人、有漢人嚇，尤其最早來嘅呢位係金門來過嘅嚇，喺金門來嘅啦，金門來嘅王思克啊、王思克啊、王先生，佢哋喺到金門過來，佢嘅家鄉，係那做嘅家鄉係福建嘛嚇，福建到金門，然後到台灣來，到新竹嘅時節回到成發天氣適應上，到呢度潛水所以最早嘅時節。是到新竹嘅呢下太河壩頭前海嗰邊嚇有水作起來，作起來時你睇前邊是做的有田和港，然後有番和石唔過呢個位數唔單止可以港田河嘅位數，佢咪係隻都市當河嘅位數，所以建立都市嘅位數，因為佢係離新竹嘅港口Q 港新竹港、竹塹港非常近，所以竹塹港海船行到新竹市呢下嘅新竹市嘅位數。等於講大家都要做生意，南北嘅人都要做生意，所以清朝時代當早以前你特別是有人多啲人做生意，所以有街路又有錢人做生意嘅人咩就開單嘅人裝下頭嘅東西開到上度來，大家都要做生意。我哋做生意咩有風險，就最大風險係講嚇，呢位到土港年間還有原住民嘅出錯。原住民出錯嚟到新竹省呢位愛來搶新竹人嘅東西，因為新竹人嗰陣時嘅移民使到呢個時節，咩要讓向到原住民嘅神法，所以原住民講你佔用來土地，所以互相之間就有矛盾，不相似嘅原係新竹省嘅人大家知道清朝政府嚟講搶就走講起一隻省，呢隻省係新竹省。新竹省唔係講，即開始是起到搶呢下人嚇，呢個新竹省嘅省門個清朝時代係隻當梯嘅省呢下呢個省門係其中一隻有仁禧門仁禧門係呢個東門現下嘅東門就係仁禧係立初啦立初門咧係呢個位數呢個東門、西門、南門、北門。你地度、內度咧，還有當到上房廟啦、北門嘅太街路啦，還有頭擺嘅呢灌塘啦，甚至還有水管你所以隻圖就會看到老頭擺就上嘅規模。水管先有意思，你有問題先好水管喺到東門到北門之間嗰陣時太河壩係到東片呢邊上，呢邊係太河壩，太河壩係呢下頭前海。到3度直接流到呢下台灣海峽所以到呢個差唔多呢下嘅按到龍眼圳嘅汽水橋，算到呢下嘅新竹高鐵嘅經過嘅位數有條圳橋到呢度經過呢位穿過3度，所以呢個水管係水準經過上門，呢隻上東嘅上上當反打空。
都个上上底度一只水行入上肚，所以咧内肚有水樽，水樽都上外行到上內，啊，做個行出去，所以個水管咧目的是講本水行嘅管口，唔免人行嘅啦，像你嘅其他嘅管口或者人行嘅，茶兒嚇行嘅，牛啊安尼行嘅，我哋係水行嘅。先生，而家還有講到龍眼樽，啊，請問乜解係龍眼樽？好，咱來看哈，新竹地區啊，水準真大真大哈。其實屬是迄以下管理單位喏，新竹嘅農田水利會，新竹農田水利會有就是哦，佢哈跳過新竹嘅行政區域，所以新竹嘅農田水利會啊，佢管動法咯，一定要頭前海、太河壩，呢邊新竹市，呢邊竹北市。啊，呢邊是竹東咯嚇，佢管理嘅範圍嚇，新竹市管新竹站管，所以佢嘅範圍非常寬。佢跨欠過兩片就是講新竹市新竹站佢都管，啊，所以佢係水利單位嚇非常發達位數啦嚇。龍眼圳嚇喺新竹地區非常重要一條水圳嚇，所以龍眼圳啊是喺新竹市裏邊竹塹上嚇最早嘅一條水圳。這呢條啊，嗰啲下最看到嚇，還有順頭有好多條水圳，叫甲埔啦、後湖啦、啊雷公圳啦、天富圳啦嚇，呢些都係最早嘅時，都係龍眼圳開始嘅。所以呢條水圳，我等於講係新竹最早開發嘅時節，有個大陸嘅移民嚟到呢個時節，佢建設起來一條水利嘅工廠啦。啊，呢個水利嘅工廠等於講，佢本人做10多水。迄本田做港啊，讓世代講新竹地區啊，最後發展呢個城市啊。其實水圳啊，比上門比啲上還要早啊，還要早。所以個有水圳了後，有幾多嘅港田啊，個上啊，大家慢慢咁形成。為咗保護呢大部分人民，然後會建到上，所以上係較慢咧，水圳較早嘅啊。所以等於講早期嚇呢個人河壩水用水能夠。比較會起就上，呢啲都係非常長久嘅慢慢發展一個歷史嘅過程啊。先生，我想講問哦，該龍眼圳啊，外頭掠下很多嚟看得到。哦，呢個問題咪就是哈，你要看到哈，呢係河壩，你全部都係呢個頭前係河壩，你嗰滴水工啦嚇，佢希望佢水嗬經過呢個時節，唔好流喺腳啊，啊，喺流喺腳嗬，呢個駁啊，會本水打體，所以做安嘅東西啦嚇。其實你大不當個是迄隻鼻頭，你個鼻頭是看，人講我去講嘛，是看你高鐵大下鼻頭。其實你個鼻頭了後，還有青島嚇，因做看得到嘅故事嚇。其實最早嘅是個龍眼圳那個鼻頭到裏邊，呢是龍眼圳最早嘅鼻頭，啊，呢是算是真古蹟哦，啊，你日本時代做過改建咧嚇，所以呢隻結構物啦，喺日本時代重新做嘅，都見係一樣嘅，啊，個當然手權有到下。你下現下嘅呢汽水嘅時陣，下現代化嘅呢水利工廠，都你頭前賦權佢就做啦。所以呢係隻最好嘅就來看水源頭去做。你講飲水思源，啊你來看水圳是係飲水思源呢非常具體嘅一隻行場啦。所以就新竹了看嘅水圳，因為水圳比新竹場還要早，比嗰個店面還要早，啊所以來看新竹，我想你係真好嘅位數。除了呢個以外，你下嚇到新竹市啊。就在縣下市政府去做件事情，是講，除了龍眼圳經過三民路嗰邊上一條，過去當久哈，是一條水圳，順頭有樹啊，都給上起來，所以看唔到位數，給它打開了，本大家重新看到龍眼圳都經過都市嘅情況，所以你下香港愛來看龍眼圳，佢行做咗許多厲害嘅呢，新竹市下嘅龍眼圳有規劃，順頭做一清水嘅工人啦嚇，所以天然水圳行，所以看到新竹市頭擺有咩用呢條水嘅情況。天富圳啊，最看到佢呢下咩經濟都非常好。呢條，哇，很強哦！呢條是縣下嚇，差唔多係到嘅新竹中學嘅超權啊，交通大學啊嘅路嘅學校區。係啊，啲學校呢下 Q 嘅博愛。好高級哈，包括高級順頭，所以就就非常強嘅一個經濟過程啦，所以睇下看到最近老料哈。以前嗰啲書係乜嘅書？
你应该是研发啦哈。哦，萨库达去创。嘿啦，地方人老啲嘅研发总是因为讲哈，一水顺头种到讲爱书啊，啊要开发书较好啦哈。呢些就向文化嘅向上啦。当然上哈，未来来讲啊，大家都行下去考虑，到底因为老先做嘅情绪嘅空间做行下好啊。你来看路头摆哈，你行下路以前头摆哈，你看呢片上哈，你左边是龙眼尊，前面是田福尊哈，你看水源头当个留下来啊，所以你看一条看嘢水尊嚟隔开来，你要当个佢做一只细细嘅嗰水门啊哈，所以水啊流到呢边时，一片上流到新竹市，一片上是田福尊，是呢条啊，慢慢是流到象山，所以呢条咩赶快呢下象山当到田啊，为啥说靠呢条水尊？磨呢条水尊之前啊，象山全部冇办法讲田，所以你看象山喺人家看地图啊。象山老头前系呢档站，所以第二是靠呢条水，呢条水等于讲哈，都头前海出来嘅时阵，你睇喺讲去新竹市，唔再看到马街之站，马街顺头是一条水樽，嗰条水樽是田福尊啊，田福尊大概是田内山下，是田内你睇18尖山啊，18尖山發地啊，交通太好嘛哈，18尖山田內山下條水樽，慢慢跳到象山去。所以這條路咪真有意思，行這條路哈，沒有當好看嘅風景哈，俾大家看下哈。呢個是田福尊田內過去嘅真有名嘅，口琴哈，口琴橋啊，口琴橋。你出范先生哈，李仁澤先生嘅阿爸啦哈，佢非常有名嘅水彩畫家，非常有名。所以佢咧，因為佢到新竹嘅頭講到新竹師範。新竹師專，而家會教書。所以嘅學校，你嘅學校冇嘅人會說是呢條橋，呢條橋嚇唔係人行嘅，係水行嘅。所以水行到呢邊時陣，要經過呢條河壩，帶下些溪啊，啊客雅溪溪啊海啦嚇，呢條河壩，所以呢河壩水要到呢邊上，要過嚟象山呢邊上嘅時陣，是錯條橋本水行。所以你喺本水行嘅橋。啊，cái水哈，迄講其他足嘅時陣會黏出來，所以你喺水黏出來嘅裝箱啦。啊，其實你就會說哈，唔單止不水行，地方人咩老嘢，你蛋糕哈，你看你只看得到，咩蛋糕鋪條人做咧蛋糕探過去嘅路，啊，所以呢種嘅水行嘅路，我都過探條人行嘅，你咩做蛋糕嘅，等於講同行防騙啦，咩種嘅東西。所以你看北家看到呢條水樽嘅橋，是因為講呢個真好嘅風景。因為水樽係人先創造一隻人文嘅建設，佢唔像建築物嚇，喺起建物大家落去了，佢唔係，所以佢喺上嘅時講嚇，呢啲水嘅來源冇咁簡單。喺我呢啲水係象山規則係冇辦法去水田，冇辦法去水田時冇辦法耕田，所以按為數咧，早期象山地區是種啊，係嗱做以前有嘅咯，有擼染、有曬染啦，啊你有冇看到染咧？啊！你睇象山嘅產業完全變退去咧，啊！唔過啲農田都叫佢少咧，所以象山地區慢慢嘅政府認為講係發展觀光，所以你睇象山地區是變到新嘅一隻形態嘅呢，現代嘅社會，海岸線嚇，嘅有嘅做啲騎腳踏車嚇，所以看到你睇18公里海岸，17公里啦，冇按到，係啊，17公里啊海岸嚇，嘅路順嚇，所以看到海。海順嘅條擺事，呢下咧做乜嘅事情咧？本來欣賞濕梯啊，濕梯所以講嚇，嘅陸梯老海之間啊，有隻潮間帶啊，嘅潮間帶嚇，當到嘅生活咧當發展嘅位數嚇，所以呢下是講落嘅水順嚇，跟住生態反應俾人看到，其實目的是俾人看到講嚇，嘅水嚇唔係就講嚇，看到梯老潛住希望。本睇下看到路頭擺自然嘅問題，所以呢條水樽哈，即係跳到象山，即係看到呢下象山那個人文歷史嘅變化，土地利用嘅變化。講係日本時代，那就天，無人有天啊。所以地方上咧，是老呢只
你迄是空位啦哈，你迄是给它带下哈。四楼给它位数的天哈，拿来做乜嘅？先生啊，除了龙眼尊，该先做还有乜嘅其他嘅水准？家己都讲，龙眼樽煮了位数些，看你位哈，迄光块里片沙，里片沙，里片沙对面是竹白咯，头把喏乌轮毛毛啊，你位数啊，所以做起啊，最早一类的位数线是用呢条来做个面啊，一条水准是都伊个喏乌轮毛毛的位数。你想阮嘛个乌轮毛毛，朋友请等一下，唔好突然间错啦哈，唔好等讲，你迄肉体面啊哈，六家你位个肉体面啊，cái miệng 迄到底迄原住民迄你下个做参赛，原来原来名在迄卖原来名，都给还没非常清楚啊。如果你迄肉体名做起仅仅是用安尼名，按个水准的名。如果你下按到六家里面啥，做白里位个水准啊，算到六庄来尊。六庄来咪迄肉体名，六庄来是你下个交通大学客家学生的位数，叫做六庄来，迄卖学校啊，我也学校啊。然后教嘅按到客家學生嘅後輩條水準，嗰條水準是六莊來準，所以嗰條水準吼，你下面非常好嘅發展啊嚇，因為都市計劃經過呢個時間，呢個水準嚇由原來有4條水準，佢3條保留下來，就3條好好到呢位就保留。呢張圖啊嚇，呢條位數是交通大學，後輩呢條水準是呢條準是六莊來準。你縫嘅線啊，其實係水準嘅線啊。呢條準按到大準，呢條路按到高準，呢條路係15浪準，呢條3條水準都係六莊來準嘅分支線呐。所以最早啊啲水源頭，像你說，人哋看得到嘅都嘅六家高鐵嘅都市計劃區地圖嘅係做得看到嘅保留下來，按到條水準之日，係睇太陽嘅東興準啦嚇。其實呢條學識。頭前海到呢邊來，這是用幾句嘛個專有名詞，門窗咧人人嘅啊。呢人啊哈，地方人按到叫人群，你唔過人群，佢個話到係個視察人群，意思講咯，其實按到水人群，啊，所以講水行到呢邊時節，水人衝過來嚇，而為一片行呢邊，一片行呢邊山，啊，嘅目的是講嚇，你水過來時，喺切入去行呢個時節，你會水會踢到，喺呢邊啥水踢少，所以公平嘅時節，佢水成入來呢位。你按水入來，一片慢慢的就變到較公平，最分水啦嚇。你再看到，你係空位啦啊，你喺度呢片石木凳按吸下來，你寫到水面按吸出去啦嚇。所以看到，你寫條白嘅水盤嘅位數，然後分水盤啦嚇，跟住講水板頭啦，你寫水板頭，你有4條水準，1、2、3、4，多啲人跳水去嘅。你下哈，先到高鐵體系嘅3條水準是1、2、3，呢條水準飛踢咧，因為你係牆邊木冇田咧，頭擺你3條水準下山還有水，還有港田啦，所以咧水利方面講要保持水多個行，我呢下田都冇咧，啲水準飛踢冇，而變到現代嘅都市制度嘅很好嘅潛水嘅環境，因為其實本來你做嘅生活做嘅濕到水嘅。救命水啦嚇，冇呢啲水得係唔是港田咧？你下山是加白鴿嘅良田啊，冇呢啲田太咁乜先咯，冇好先。所以大家一定要出來，來做風光，來做奉獻呐，啊，所以係呢一隻文化嘅故事嚇。因為前頭時都冇開啦嚇，你本時間讓再開，係認為啊，你搭係原住民到呢位，你冇可能落去。嘅寶山水區嘅搭嚟，係世界位。寶山水。該位哦欠水，所以從來是係旱田染的啦，沒田哦，是做的種的番薯，冇辦法種，冇辦法耕田。呢位先生是我林春秀先生啊，佢嗰陣時佢老唔係佢啥啦嚇，佢咩強浪老大家習古，按頭先講到嘅嚇，我用到水源大家來合古啊來釣古，搶到日本嘅技師都。你下嘅按到鳥橋當過啊嚇，做一條水準，差唔多是你下嘅鳥橋嘅位啊，做得薄，嗰隻薄啊，
做伙的时节，是开始老你迄竹洞村的体质崩溃啦。其实咱个和当场那个软桥天气安尼无经过崩溃的开过的位数啦。伊用按到软桥，软桥哦，人讲哈，头尾到尾迄算竹洞嘛哈，对面是望山啊，望山的田寮，敢毋知？那田寮行。软桥人爱过去竹洞的时节，爱经过双平海，双平海一发啦，要错条桥过去东南啊，所以叫啥可能讲吼，还是来装条软桥啦。软桥可能是迄种塑的，无是田啊。对因讲啦，迄软的啦哈，到底具体迄样物事，今天咩无办法靠真出来啦哈。不过确实头摆人讲吼，唔免你遐讲的古天的桥啦，就可能来塑的，无是迄样物事，总迄样人做探过去，完全行过河坝位数，所以叫它位数算做软桥啊。叫它坎吼，地方人因为讲，你只坎吼，所以做乜个用啊哈，水多个当坎当我下一些走发天。用水个水力发天啊，水力发天，所以你东西水力发天。头摆讲吼，你最早的时候，嗰种是做水准做好的时候，九府2年系无？等于讲喺日本时代，那就天，无人有天啊。所以地方上咧，是老你係是权威啦哈，你係是给他带哈。是老给他为说天哈，那做乜嘅？点天赋，所以家家户户手人是有天赋。配啥忙有天的时，其实有天的。所以你按照天赋尊啊，天赋尊哦，系冇？冇配上冇天啊，还是有天的呀。所以就当时就发天窗，你遐变到台天的就发天窗直接，规都台天去的啦，用台天管。所以迄讲来新竹老了水准哈，没有这来你位来看远桥人发的图，咧最早规张头发图的位置可以留意嘛哈，再来看你细细发天窗，啊，你有咩清楚意思？头摆水准都见会变到无穷多嘅故事出来咧哈。竹洞村赶快有差不多700格，讲法嚟嘅一個位數哈。原來嘅3排田，3排咩田哈，係人啊變到包圍嘅2田啊。不過咧，是最尾是講老啲港田人常常講哈，你水啊做得本係鋪風眼喎，所以包圍啲水嘅。竹洞村到最尾嘅時節，是到你做一隻結束，然後來去寶山水庫，所以寶山水庫嘅水全部都係竹洞村來啊。所以你睇竹洞水中嘅水，睇伊都係來用到可燃氣啊。當然一部分咩係含喺做民生嘅用水啦嚇。今日哈，咱來看新竹嘅嗰水準哈，有當道上相嘛哈，到人文嘅發展哈，人權組織嘅發展哈，甚至講最尾哈變到啲民生用水、可燃氣嘅工業用水，都係老水準有關係。所以水準等於講係傳起地方人嘅規則嘅呢歷史文化最重要嘅命脈啊。咁今日哈，你嘅課哦到呢邊為止哈，你係。按照新竹嘅水準嘅文化嘅小結啦嚇，今日嘅課到呢位希望大家來收看啊，下個禮拜做過來收看今日嘅節目。